比起上一届厄难毒体，你可是差了许多。放心吧，这2、3个月中，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核弄到手，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的将厄难毒体控制住。抱歉，小妍，可能我等不到那一天。 想要解开厄难毒体吗？若你一开始便解开，自然是有几分棘手。可惜现在来不及了。乖乖跟我回冰河谷。 或许还有活路，不然的话，天使长老，这是。 斗尊，这位长老下手还真是不轻啊！回冰河谷还是不必了，这洛神剑倒是个不错的埋骨之地，用来埋葬尔等，待遇也算是不差。这位前辈，今日之事有些误会，还望能够看在我冰河谷谷主的面上。我与你家谷主不熟。 不好！快接乾隆玄冥阵！血祭乾隆！好恐怖的东西！去！不自量力！空间绞杀！
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儿了。既然来了，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，让你的恶难毒体为本王生出最完美、血统最纯正的后代。我来此处，只是想向你讨要一物。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，本王什么都给你。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。若是换做别人，敢在本王面前说这番话，已成死尸了。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，这冒犯之罪，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来抵偿吧。小美人儿，这点进攻可奈何本王不得。不过你旁边这家伙，我倒是小看了。还有更让你头痛的。这天毒蟹龙兽果然有两把刷子，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。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，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吧。只要来到这片区域，你们的生死将由本王主宰。这家伙果然有底牌。小心，这些全是洛神剑的毒兽。那还等什么？一起打爆他！犯我天血域者，死！小心，你小心些。区灵魂体，也敢对邪龙族之人大放厥词，真是嫌命长！不过是体内流淌着一丝太虚古龙血脉的魔兽，还真当自己是太虚古龙了。我的龙族血脉，岂容你侮辱？既然你们找死，本王就成全你们！一群蝼蚁！蝼蚁？若非老夫失去身体，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蝼蚁。今日这精血，老夫要定了！这些魔兽被天毒蝎龙兽所操控，根本不会有什么恐惧。这样下去，不知道耗到什么时候。石虎魔手。
打断本王的龙角，你死定了！这是什么路数？难道他要吸收毒兽群之力？血龙吞天！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你的对手是我们！天火前辈，能否助我将其控制一段时间？我来想办法。那可得给我点时间。好。萧炎，速战速决！你们今日都得死！天火前辈。这么多年来，本王还是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创。不将你们灰飞烟灭，难消本王心头之怒。我们老大可不是这么好惹的。不好，这家伙要拼了！去吧，火怒火莲！老大，你们是自己走，还是想继续？哎呀，可算结束了！哎呀，累死我这把老骨头喽！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，我担心刚才引起的动静太大，很有可能会把冰河谷的追兵引来。明白。
我们走。按照新兰先前所说，此次冰河谷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，所以，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，天火前辈的躯体和小医仙的厄难毒体必须先解决，不然的话，恐怕情势会很不妙。还是先为天火前辈炼制躯体吧。有了肉体后，即便不能短时间内恢复到巅峰实力，但进入斗尊应该不难。只有这样，才有机会解去此次的危机。小医仙分析的有道理，那便先解决天火前辈的问题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帮你控制住厄难毒体。老夫终于要恢复肉身了。感谢二位，小家伙，这份恩情，老夫会谨记的。天火前辈这一路上多次助我脱离险境，萧炎若不尽力，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人？哎呀，真是羡慕你那老师，能有你这般优秀的弟子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动手为天火前辈炼制阴阳命魂丹。在这期间，有劳你们帮我护法了。哎呀，哎呦！哎呀，这是丹雷，萧炎大哥果然厉害，7瓶丹药这么快便炼成了。希望冰河谷的追兵不要这么快察觉吧。不知地奥魁再经历一次丹雷淬炼，能达到何种地步？可是现在时间紧迫，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怎么回事？丹雷怎么自己消散了？应该是洛神剑的毒气太浓，遮掩了丹气。丹雷找不到目标，就只能消散了。也只能这么解释了。不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，也不算是坏事。这阴阳命魂丹果然神奇。天火前辈，待会儿我一发话，你便立即吞下丹药，进入躯体内。至于躯体，就用这一副吧。条件算是符合了，就是这副长相，不像是什么正经人。时间紧迫，您就先将就一下吧。天火前辈，打入一丝灵魂之力。丹雷这么快便消散了，这帮人果然有些诡异。哼，有天蛇长老在此，
再诡异也难逃升天。